祝咱兄弟大家平安。为昨开始吼，咱天气有变较冷吼，大家都爱保持咱家己身体温暖吼。共款，咱嘛来保持咱心内心的热情吼。咱今日真欢喜来到上帝殿院来做阵来敬拜上帝吼。好，来咱阿头做阵祈祷。阮的天父，感谢你带领众人，搁一摆来到你的殿院。阮伫今日，阮有准备心来到你的面头前，望主甲阮同在，伫阮今日敬拜中间，对田牧师的正道中间，会当看见、听见主你的道理。阮将今日敬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的祈祷，阮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老早有寒吼，穿较少的啊，早起出门的时阵会滴一下帽仔，较袂遐尼寒。好，咱做伙来锻炼咱今日的诗歌，圣诗第61首，伫一个羊调内。好，咱先做伙，这条诗歌应该大家拢足熟啦，所以咱先甲第一节甲第二节，咱做伙来唱一遍。第一个羊调里，无有那汤圆，这细汉主耶稣，规暝困静静，伫天顶前起身，地就伊面貌，这细汉主耶稣，地困。赞，牛羊地出大声，马仔拢无惊。这细汉主耶稣，拢无效一声。主耶稣，我听你恳求你同眠，来徛伫我身边，到天。好，这条诗歌的第一句是伫一个羊调里，所以大家唱的时阵，所小较注意是唱一个羊调里，毋是唱一个羊调内。这条歌若大家看右下角，圣诗的右下角有写一个叫做 Cradle Song。Cradle Song 的意思就是讲，这条诗歌是伫个足侪家庭。因的妈妈是自细汉伫咧摇奶的时阵唱互囡仔、唱互婴仔听的。原本是足侪人是想讲伊是为德国出来的，毋过若是详细去看的时阵，就会发现讲伊是伫咧美国，即个作曲的人，或者 William James、Kirkpatrick， 是伊先写出来，后来伫咧德国，在欧洲开始大流行。甚至是伫咧德国比原本伫美国的时阵搁较流行。伊咧即条诗歌伫咧讲啥物？就是咧甲咱讲，主耶稣是伫咧啥物款的环境降生出来？伫咧一个羊调内底，无摇篮，无像即摆的婴仔，像咱的囡仔拢足幸福。毋过即个细汉囡仔，伊却真做全世界的救主，来到即个世间，希望伊所带来的好消息会当真做咱的望。咱做伙甲第3节做伙先读一遍。主耶稣，我求你常常甲我带，逐日由你来照顾，永远来听我。愿世界正世境拢受主祝福，落尾到伫天里，得主的快乐。互咱做伙搁甲头一节，咱搁吟一遍。做伙来，第一个羊调里，无有那汤圆，这细汉主耶稣，规
即是咱做伙献开着圣诗第63首。基督降世迄一时，互咱先甲歌词，咱第1节、第2节，咱先做伙来读。第1节的歌词 PPT， 基督降世迄一时，博士欢喜去找伊，得着星带路之名，因就缀到主面前。主愿爱你常来看，心爱眷你得平安。第2节，博士看见迄厝内，婴仔困伫遐自在。这是主，人人着拜，因敬畏欢喜服侍，求主掌管欢喜行，找你靠你得你听。互咱做伙来吟头2节。条诗歌是安怎出来的咧？咱共款会使看圣诗吼，伊伫咧圣诗的上下骹，伊有写即条圣诗是为搭一个圣经节的出处，就伫咧迄个咱 PPT 顶头嘛有右下角，迄有一个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这就是伫咧讲即条诗歌是为叨位写出来。我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大家来做伙来听。当希律王的时阵，耶稣生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为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条歌的作词这个人叫做 Dix， 下骹会使看到。这个 Dix 呢，伊就是读到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拄则所写的。希律王的时阵，耶稣生伫咧犹太的伯利恒，有博士为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伊就是安尼领受到即句圣经节，坐写几工，甲所有伊所领受到的圣经所要启示伊所要启示伊的任何的感动写落来。伊的结论就是即条歌的名，叫做《基督降世迄一时》，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伊的英文原意是 As with gladness made of all。所以你若是真正去看伫咧外国的时阵，即条歌的翻译，它的原文叫做“跟古人一样快乐”。古早时的人，什么意思？就是像迄个时阵耶稣降世，伫咧迄个时代遐个博士，遐个人，因领受到主基督耶稣为着咱世人来到即个世间的时阵，因心中所得到的欢喜。即个 text 伊迄个时阵领受到即个感动，写即条诗歌的时阵，其实是伫咧伊破病的时阵。所以一个人伫咧艰苦的时阵，伊领受到对天来极大的平安佮喜乐，所以互伊会当写出安尼的诗歌，互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会疼伫咧伊的心中，所以伊会当像迄个时代的人共款遐尼快乐。即个 Dix 啊，伊写即条诗歌的时阵，应该是伫咧20通岁。后来伫咧伊人生要行到30岁的时阵，伊破一个足重的病，差不多嘛是要讲要死去安尼。后来无死去，伊足长寿的，人活到差不多80。所以伊后来伫咧29岁发生迄个重病的时阵啊，为迄个时阵开始以后，伊写足侪诗、足侪词。
拢是伫咧荣耀主耶稣、主基督上帝。所以这足值得咱做伙来思考。咱人伫咧足顺利的时阵，有可能咱袂去思想着上帝的疼。毋过伫咧人生较无愿望的时阵，往往咱会去思想着主耶稣的平安，安怎成做咱每一个人的愿望。咱做伙过来甲第一节甲第二节做伙来吟一遍。互咱做伙来吟。基督降世之时，朴素欢喜去找伊，得着起错路之名，因就得到主面前，主管爱理想来看，心爱阮必得平安，朴素看见彼出来，会阿阮伫遐自在，这是主人着拜，因敬畏欢喜服侍，救主掌管欢喜行，这里靠你伫你听。足水的诗歌，咱做伙来吟最后一条圣诗第95首。咱甲圣诗第95首，我心愿望十字宝架。咱甲头一节，做伙来吟2遍，安静咱的心，陪伴今仔日的礼拜。心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幸福，世上荣华。但愿为主荣总放松。头一站，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幸福，世上荣华。但愿为主荣总放松。愿恁平安，咱做伙陪伴心。
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字，咱着即字的中间要欢喜快乐。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咱三甲来吟信诗，信诗第73首。细汉囡仔，恁着来听。细汉囡仔，恁着来听。天顶地下拢吟诗，真好消息报尽世囝，互恁大家大欢喜。早伫山野深静的所在，做做天使捌传播。大大年伫咱的城内，听这消息同学乐，请去来因转授。世行，互恁大家大欢喜。早伫山野清静所在，做做天使捌传播。大大年伫咱的城内，听这消息同学乐，听恁出声，恁录音室。请恁公布万载，这好消息我爱听伊，这大技术爱理解。上帝听通世界情人，秘密出世咱中间，做咱朋友我可稳当，欢喜安慰上帮赞。求主帮三因光作为，亲像咱做的啊，伊无看重世间富贵，甘愿用做做摇篮。细汉囡仔恁着来听，大家唱歌大欢喜。真好消息报尽世界，主耶稣已经出世。请坐。这是咱用主祷文来做咱信仰的告白。主祷文伫旧部第7面，咱三甲来读。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启应文。启应文第41篇，启应文第41篇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启应文第41篇，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伫受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降断伊肩头的军，侵略者的军话，扩着火的军火。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显明的导师，应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穷，伊要坐大笔的宝座，
伊要因公平正义统治。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这是咱来吟信息第61首，第一个邮条里。信息第61首。伫一个邮条里，无药那通用。这细汉主耶稣规暝困静静，伫天顶正星星在照伊面貌。这细汉主耶稣在困伫打草，请起来吟全首。伫一个邮条里，无药那通用。最细汉主耶稣规暝困静静，伫天顶正星星在照伊面貌。最细汉主耶稣在困伫打草，如有在出大声，下夜拢无声。这细汉主耶稣拢无好一声。主耶稣，我听你，阮求你通明，来徛伫我身边，到天光的时。主耶稣，我求你，常常甲我带，逐日求你照顾，应应来听我。愿世界真细行，拢受主赐福，落尾到天天得主的快乐。请坐，这是咱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主你早起的时，阮组织伫你的殿院中来敬拜你。2023年特别结束，阮感谢你一年来的稳定甲保守，互阮靠着你的气力完成侪的事工。阮知有你的保守甲看顾，阮正当工才会当完成所有要做的事。阮为着阮所领受的，阮所做的，拢总摆咧伫你的面前。阮为着这一切献上感谢，感谢主你的带领。伫戒章过去的时，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定心来思考，主你差派耶稣来到这世间，为着阮来背重担，为着阮的罪来牺牲，甲定心建立对主你的关系。愿你互阮常常有喜乐的心，来面对家己的生活、家己的性命。愿感谢你对阮所做的一切。阮生活的中间有失错的时，为着家己的利益，常常违背你的诫命。求主你的话语常常踮阮的心中，互阮会当发现家己本身的错误，悔改来认罪，免得阮来得罪你。阮看见这世间也有侪的战争，俄国甲乌克兰、以色列甲哈马斯，造成侪人的受伤，甚至失去性命。求主停止所有的战争，恢复和平。愿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降临伫阮的中间，互平安的福音遍传伫每一个土地。愿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喜乐的心。下个月，阮要选出未来的领导者，求主你来赐福，互阮选出敬畏你、照你旨意来行的领导者，来引带阮的国家、社会发展的进步。愿新的道路甲即事已经就临，愿主你甲因同在，愿你的智慧大能收随因，愿主你来引带，互牧师、传道、长老、即事，
甲众兄弟姊妹成做一个合一、有信心的团体，来跟对你来行你的道路。后礼拜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做同工甲服侍人员准备的中间，愿主你的保守，你纪念阮所做的一切，愿你甲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同在，愿阮所做的一切会当荣耀主你的名，愿愈来愈多的人会当有机会来认捌你、亲近你、敬拜你。愿将后礼拜庆祝会、主日礼拜、报佳音甲所有的活动甲团契的所有的事工，求主你来看顾来保守。伫天气变化的时，阮有侪兄弟的姊妹，身体欠安，为着侪的事，心灵忧伤痛苦。愿主你来医治因、安慰因。阮也为着阮所毋知的受苦的肢体，来求主你来陪伴，来透放阮的压力甲痛苦，互阮软弱的肢体重新得到气力，来因跟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所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受事愿平安。这是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箴言20章第29节，希伯来书13章17到18节。箴言20章29节，勇健是少年人的阳光，白头毛就是老人的体面。第二位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13章17节到18节。因带恁的，恁着听叹顺服因，因为因为着恁的灵魂紧请，是将来着家己败力的，恁着互因用欢喜来做，无因偷愧，因为即个无利于恁。恁着替阮祈祷，万信家己有照良心，凡事爱照正直来行。读圣经到这，献诗，请社青甲马拉团起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你的恩典够我用。
讲道，请陈牧师来为咱来讲道。题目是善待牧者迎圣诞。大家平安。真歹势，教会来到咱的教会，都无几个月过来一摆。啊！若看到阮即种退休的牧师来，会友拢带咧等，要过来无关啊。事实上，总会每年第3礼拜，甲伊定做退休传教者的纪念之日。老实讲，伊所定的即个地点、即个日子，好像转不过去。有了，好，谢谢。12月第3主日关怀退休传教者奉献主日，真有意义。不过，放的时间唔对啦，后礼拜圣诞节啦，这2、3礼拜咱咧点蜡烛咧庆祝抬杠节啦，搁一项11月底感恩节啦。感恩节、圣诞节中叶咧，即个纪念主日，迄号做有也好，无也好啦，马马虎虎、清清菜菜啦，搁一项无钱啦，无钱要安怎？啊，这退休传教者无法度啦，较忍耐咧啦，都无钱啊，可怜呢，真可怜啦。毋过，教会是咧讲疼的团契。大咱对礼拜开始，咱的教会第一场礼拜9点，因为我住新店，来遮近啊，早起坐机车、坐奥多巴来，确实有够冷，真正有够冷。毋过安尼较有圣诞的气氛啊。事实上，圣诞。12月第3主日安排这个退休传教者纪念主日。老实讲，这几年总会毋若干那为着疫情，所以减在伊无礼拜，正做有礼拜，因为迄个起洪疫情的关系，所以袂当实体礼拜。后来开放，佫开始恢复礼拜。老实讲。12月来做纪念主日，我头拄有讲过，真无适当，真无适当。所以变做会友伫即个所在，要来为着即个退休传教者，咱讲奖委会伫咱的旧部内面，咱有业即个奉献地分享。咱要关心这退休的传教者，特别我带起来有问咱的牧师，咱前的迄个陈圣山牧师，伫咱的教会40几年，迄足无简单的呢。差不多一世人奉献一半以上伫咱的教会，每一摆来到咱文山教会，就。会当看见咱迄个旧的礼拜堂，这个所在是行政区呢，伫伊争取中级的讲，绝对都爱留咧。咱保留咱的教会伫这个所在，继续咧做光做盐，社区的灯塔。后礼拜圣诞节，欢喜的节期。要三到迎子救主圣诞，要安怎继续将这个好消息播扬？对早起咱开始礼拜，咧锻炼诗歌，咱以第一首的诗歌，咱以61首，伫一个样调里。这个样调内，我咧感觉讲，
奇怪，阮细汉唱的是马条咧，啊，即阵改做洋调，毋知影有一工过30年了改做假调，啊，废去啊咯！无毋对啦，耶稣出世伫马条，阮的时阵是唱马条咧，唱变了洋调。都所以不要紧，表示耶稣无困伫摇篮内面啦，这上要紧啦。耶稣当时出世无所在啦，客店甲伊头家甲讲无法度，旅馆客满啦，后壁啦买无买条洋条买无？有也好，无也好啦，啊凊彩啦，有当出世的所在就好啦，就兄弟姊妹。所以，咱今日咧款待传教者，好的牧者，一世人甲咱三个做伙牧会，但已经退休啊。阮遮的退休的牧者，你要安怎用同理心？什么叫做同理心？因为你我咱拢会老，咱会老啦。我会记咧吼，迄阵少年的时阵，看到遮中辈的牧者，吼，阮都爱立正呢，吼，都爱甲行礼呢，啊，都甲讲，这叫做先拜、前辈，吼，一个老牧师哦，啊，就已经过身啊，不要紧啊，去上帝遐，所以我会使甲讲一下，不要紧。我讲先拜，伊甲安怎用呢？要拜，你家己去拜。我想伊那才幽默。日本话叫做先拜啊，人家讲先拜，伊讲要拜，你家己去拜。有影呢，咱拢会老啦。有影啦，阮即阵哦，年岁较侪啊啦，爬楼梯爬2站哦，会使啦。爬到3站会喘啦，4站一定都爱休困啦。啊，有当时啊，讲少年咧讲行较紧的啦，就行袂紧啊。年岁有较侪啦，行动较慢啦，咱拢会老。地点、上班，甚至咱的任务会结束，所以退休。总是咱常常讲一句话。退而不休啦，退而不休就是继续伫遐咧做工啦。要安怎退而不休？奇怪了，我一按就按不下去。伫这个所在，你会当看见总会伫1993年提出。应该是这一个才对，我原来是按错了。1993年提出团福会制度，这咱长老会足多教派咧学咱长老会制度足好，为着这退休的牧者提出一寡亲像咱即种讲劳保局，互你都爱伫迄度有这纳劳保老人年金即种的意思。伫遮个所在，你会当看见咱安怎伫遐咧准备遮个退休的传教者，因伫遐结束的时阵，继续伫迄个所在，会当伫遐来迎敬上帝，甚至来继续关怀因的生活。今日的经句内面，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节，咱搁只会去读到即个经句。保罗伫遐叮咛吩咐少年的传教者，无得责备老大人，就苦劝因亲老爸，尊敬这个长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咱要用这讲好款待牧者，甚至咱的长辈来迎接圣诞，因为后礼拜第4期垃圾点落去啊，太空第一主日。咱以第一主日毋忘第2主日信心，第3主日今日喜乐，到后礼拜咱咧讲仁爱听心。每一礼拜咱伫遐准备迎接救主圣诞，
现在对这少年人来讲，特别今早去多谢社青甲妈娜的献诗，你的稳定够我用，这无简单的呢。我毋知影礼拜组还是牧师特别甲因排的，即个9点第一场的礼拜献诗，因8点半倒来。我想讲，我8点外来已经真早，因就开始咧准备。我看到咱的教会，嚯，实在都爱学老呢。咱有足多遮的搭弟弟，一个兄弟安尼透早来开始咧顺，无论在电什么，拢一定在顺。顺讲啥？有电无？有好势无？袂临时伫遐发生代志。所以这搭弟弟教会工需要咱三甲来关心。今仔你讲，我做会友啊，这我也袂晓啊，音控我也袂晓啊，点蜡烛我也袂晓，我逐项拢袂晓。你会晓祈祷啦，你会晓为着牧师祈祷啦，你会晓为着这侍奉人员甲因祈祷啦。上主因，互因身躯勇健啦，熬做工啦，所以足侪人拢有你的恩赐，上帝拢互你会当伫迄个所在继续来做上帝的工。今仔日咱就要用安尼，咱三甲来想几项，好将尊敬的心。头拄仔咱有读《箴言》第20章29节。尊敬的心，表示的圣经讲，拜他们就是老人的体面。查甫人甲查某人无啥共款，查某人头毛若白吼，伊就开始会晓想要去甲捏，搁甲捏哦乌，这就是阮牧师娘啦。白头毛，就干那要甲你哦乌吼，到尾去人坐博爱做啦。我互人甲看讲，小姐你还少年，我应该。白头毛人就让咱坐白头毛老大人的体面啦，偌好咧！我若讲着这，我就用一个例。我伫民权咧牧会时阵，我的大汉小妹。差我1岁，我今年75，伊应该74。当时伫遐咧牧会，伊甲阮共款有白头毛种，好头毛白。伊讲毋去捏，阮母啊95岁，加我20岁，头毛甲捏乌。所以一个牧师来我遐讲道，见面咧看到阮妹妹，跟我讲，牧师妈平安。对打了后，阮妹妹对迄个牧师拢毋甲伊讲话。我是牧师的小妹啦，我毋是伊妈妈啦。白头毛就是老大人的体面。老实讲啦，白头毛呢，足严光的呢，足严光的，条工去互你哦。所以你甲看白头毛老大人的体面。一个牧者伫中会伫教界牧会30-40年，我头有讲，陈先生牧师伫咱的教会将近40多年了，足无简单呢。一世人差不多伫即个所在咧贡献。台北中会甚至其他的中会，拢已经有特别邀请，伫即种伫中会退休。就甲伊邀请到伫中会退休的时阵，特别有摕一个匾互伊，迄个匾甲伊写啥？永远北中的人，永远北中的人。我会记得我退休，我老摕着迄个匾啊，迄个匾放伫阮兜，永远北中的人。我捌甲一个退休的牧师讲。摕这敢会使进入天堂啊？伊甲我看咧讲，都爱摕50块较有效。我要去做摕50块，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0几个中会尔，要去摕几个摕50地较有效？无啦，意思就袂使摕这去入天堂啦。刘兄弟姊妹，永远北中人表示中华看这退休的传教者，该尊敬、尊重退休的牧者有尊严，比看重。教会我毋知，真田退休，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规定，到70岁，中职袂使阁做，牧者袂使阁牧会，所以真田就是伊袂使阁做啊。所以你都要互伊有一个尊严、看重。对因讲，这以前有长老啦，有牧师，即阵无。毋过咱甲尊重退休的老牧者、退休的老长老，甲因尊重、看重、尊敬。所以伫即个中间，你会当体会讲，头一项伫箴言即个所在，咱咧讲尊敬的心，对老大人你好款待，甲伊尊敬。我若讲到这，我就想到，咱的台湾伫大众运输的中间有叫做博爱座，好定定惹代志的，无规定讲迄一定都爱老大人坐啦，啊无规定讲迄少年的袂使坐啦，我就扑爱做。迄个所在拢有图呢，优先啦，会使优先坐迄个所在啦。较软只囡仔、大巴肚的，甚至你身躯有欠安尼，拢会使坐。所以迄叫做尊敬，优先来坐。所以咱伫教会内面，你安怎存敬畏的心，互遮个年岁较大人？教会敢若我毋捌看到教会甲设博爱座呢，敢若无呢。毋过我捌看到教会有迄个轮椅的所在，叫做轮椅区。因为轮椅你无方便塞到头前来，所以后壁有一排。我这创啥？这若塞轮椅的人坐即个所在，所以咱拢有可以方便。甚至你种讲，恁的教会了起来遐有一个应该有迄个残障的迄个斜坡迄种，互因会当爬起来。无你大甲光啊，真无，这是尊敬、尊严、比看重。美国长老教会规定啥？讲牧者退休2年内袂使倒转去家己的教会，规定哦。咱台湾哦，因为人情味太重了，我请问啦，陈先生牧师伫遮遮久哦，我今日周报我有看到讲，因查某囝要结婚哩，要结婚的时，佫叫咱登记哦，规定哦。陈牧师你正退休了哦，我毋是咧讲即个陈牧师啦，讲迄个陈先生牧师。陈牧师，你对当退休了2年来，你拢袂使踏入阮的教会哦。无人情味，哪有人安尼？安尼就变做一声就甲拒绝。是毋是适合台湾有人情味的文化？老实讲，无啥适合。美国人足现实的啦，伊迄种足现实的迄种社会诶，即种资本主义的即种国家内面，你退休就退休啊，注重现实。伫美国的文化社会中间，伊是担心安怎新任的牧师受到影响。我会记得我退休了，我甲阮牧师娘讲一句话，你会记得哦？你若当咧民权教会做礼拜，人咧叫牧师娘，你绝对唔好应。我是安怎？都毋是咧叫你教会足注意啦，教会内面哦，一定牧师娘，伊也甲人活头活到撇连堂呢。因为咱绝对袂甲伊讲当牧师娘、地牧师娘，咱袂安尼称呼牧师娘。所以我讲，迄毋是咧叫你哦，只有新任的牧者。所以
这叫做文化，这叫做伫教会的形态。有影离开啊，退休啊，总之你变做会友。我印象中，我12月底退休，2015 12月底退休，2016正月第3礼拜，阮民权教会召开好会，好会啊，好会你知哦？开好会的时阵有食便当嘛？啊，食便当啊，就一日开了，一日开了。我这毋是主持的，我是会友的，所以我第2下第一摆会员参加好会，因为以前是咧主持好会，种比会员参加好会。第2下中昼到分便当，分了牧师带祈祷开动，啊，继续搁咧开会。一个中日走来我边啊，陈牧师，你甲我共款啊吼，你会使一只哪食饭哪开会啊？安尼听有无？我种是会员，我会使哪食饭哪开会。因拢知影，我做牧师的时阵，我的会员大会的便当是下晡3点咧食。因为开了，迄个便当摕落去办公室，较咧食便当，所以迄阵伫遐会使含会员哪食饭哪开会啊。所以伊毋知来甲我讲，你甲我共款会使哪食饭哪开会啊。这就是文化。你今日是会员，你参加会员好会，所以惊影响到新任的牧师。迄种形态，你伫迄个所在，人叫牧师就毋是叫你，人叫牧师娘也毋是咧叫你，所以即种的美国的长老教会有即种的规定，啊，即种的规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硬性，无硬性，无甲你讲袂使，毋过你家己会晓遵照，因为安怎，多多少少会产生紧张的关系。甚至，咱讲一句话，无受欢迎，无受欢迎，真严重咯，迄真严重啊啦！无受欢迎，就表示讲你伫遐做礼拜，你已经退休了，你无受欢迎啊！你毋是遮个牧师啊！毋过会员管怎都是会员啊！咱会员、会友管怎都是会友，所以头一个就尊敬、敬畏的心。第2项，虽然咱无硬性规定，总是这是一个尊重、好款待的一个牧会伦理真要紧的态度。第2项，咱就爱伫希伯来书第13章，他带咱所读的新约的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迄个第7节，虽然咱是读迄个17节、18节，总第7节遐有一句话讲：恁着少年因学因世字来看因做人的结局，少年因学因来看因的结局。换一句话来讲，就是纪念、回想、学。咱有一句话讲，一日做老师，啊，一讲做伊的师傅，一世人是诚做伊的士大人。牧会上的伦理，咱伫迄个所在甲伊看重，咱伫迄个所在甲伊看作前辈，咱伫迄个所在甲伊看作长辈，尊称、请教。我会记阮少年的时阵，长辈的传教者。定定拢甲阮讲，少年诶，若有代志吼，就爱来请教哈。下骹佫加一句话，请教会使佫兼食豆。请教会使佫兼食豆，袂歹诶。即个请教佫兼食豆，袂歹。就是啥？你甲遮长辈时代请教，伊会交代你，会甲你好款待。所以，请问，你会记得倒一位牧师甲你洗礼证婚无？
袂记你啊啦。我敢若是一个姓陈的牧师啊，陈什么毋知啊，地什么毋知啊。阮做牧师的哦，去无共款的教会讲道，像我退休了啊，逐所在咧拍拍走，啊，我上惊去碰到会友，甲我讲：地牧师，你捌我无？事实上我毋捌你啊，真正我毋捌你啦。对无？啊，搁点伊搁挂口罩啊！都咧毋捌啊，我甲我挂口罩，伊口罩都拔起来，若是毋捌啊，真正想袂起来。伊知影我想袂起来，我无一间教会啊，我就想出来，我捌伫遐做小会议长，我捌伫遐甲伊洗礼，我捌伫遐甲伊证婚，所以你会记你甲你洗礼的牧师，甲你证婚的牧师，伫信仰上影响你足深的牧者，今日阁互你有存感恩的心。你真正去少年者的退休的牧者，你真正阁伫遐咧纪念即种一世人甲你影响的这牧者。同款，牧者伫一间教会奉献伊一生，一旦退休，是毋是会当感受到大家对伊的感恩的心？迄只伤心的所在，伤心之地，无想要过来啦，绝对无要搁踏入这间教会啊！哇，真严重呢。所以，咱有一句话讲：人在情在，人不在情不在。教会是听的团体，教会是听的所在，所以互最退休的传教者，毋通互伊成做一个伤心的所在。无采我一世人伫迄个所在努力拍拼，尽忠到死，传福音着活，总是规一空空。所以咱要安怎存感恩的心？咱应在成做一个真好，互伊毋若敢若尊重，毋若敢若存感恩的心。第三项，咱互牧者无看路。希伯来书第13章的17节，伫因交的时阵有快乐，无地教忧愁啦。无地教伫遐，互因伫遐当要安怎搞笑？你我咱有一天，咱拢要去面对上帝，到上帝遐，咱就爱搞笑。上帝甲咱讲：好，搁尽忠的萝卜，你甲我相甲进一路远。今日咱伫教的时阵，毋望咱无地教忧愁。当一位退休的牧者得到安慰，得到伫遐鼓励，看见伊无话过信徒身心灵健康，伫教会热心服侍，应神益人。咱北京语有一句话讲：亲属于难，更胜于难。安尼教会伫遐继续伫遐关心应神益人。约翰3书第2节到第4节，我的喜乐就无比这较大。老实讲咧，咱足侪会友足够听传教者，这袂当否认，足够听传教者。譬如来讲，我捌去南部一间教会，伫遐要讲道。下前我先去牧师馆，迄个牧师甲我讲：恁的厅内面哪会遮侪遮金龟？伊讲知，迄拢会友送的。我啥啊？毋知啊。你毋知影啥物人送？毋知啊。到十早起我铁门来开个，迄个铁门外口就3粒5粒啊。我我拢摕来铁门外口啊。我想怎拢金龟？因为即柜拢咧做金龟，即柜拢金龟啦！大家修行今日王太太摕来，明仔载吴太太摕来，明仔载搁后日第三次摕来，弟兄弟摕来，哇！食好斗相报，搁讲
庄稼人的会友拢有一个惯例，咱若一分，上帝牧者一定一分。所以牧师哦，他因兜较几口罩尔呢，金瓜食会完的哦，拜一一粒，拜二两粒，拜三三粒，到拜六讲6粒。啊，我会使摕卖啊呢。所以你较注意，好款待传教者。啊，今日修行哦，咱这边拢种金瓜啊。啊，佫说咧，好啦，那台南玉济哦，山啊，规支人啊，规人拢摕去啊，互牧者食袂完啊。我会记我拄毕业传道书的时阵，派伫小港。小港迄个所在是糖厂，拄10大建设，你就知影讲足久啊。迄民国应该是差不多60几年的时阵，民国60几年10大建设，我伫小港糖厂的所在会友。啊，我迄阵传道啊，因为咱长老教会足著名哦。歹势，我毋是咧讲咱的传道啊，因为现当时啊，若叫咱传道，拢叫传道啊。啊，假日压落去啊，就已经落一级啦，绝对落一级啦。啊，迄阵真正传道啊，啊有一天，一个会友来阮兜，扑迄铁门，啊，我就铁门开起来，丁先生，啊，这哦，糖一包互你哦，糖一包互我就甲收一包糖转来。明仔载，佫一个会友来，佫摕一包糖来。我迄糖厂的宿舍吼，啊，糖厂吼，因的员工哦，逐个月拢分4-5包，福利啊，因兜食袂完，啊，食袂完，啊，牧师一定有份啊。啊，牧师1份，我就甲伊讲，我糖食袂了，我糖足多，迄阵我2个阿某尔，安怎呢？嘿，阮牧会的时阵哦，牧会下牧师甲阮讲。正手所做，无倒手栽。所以我啦糖收的吼，我拢去分。我做圣诞老公公，我就去分，毋是糖厂的会友。啊对，啊这包糖互你。哎呦，这真是歹势，你哪有糖？我这稳定的，天使互我爱，天使互你，我就互你。分糖啊！所以头拄我去人无报，我去个会友甲我讲了。啊！你要金龟哦，你要几粒出来你摕啊？好款待传教者，你安怎伫遐甲伊祝福？你安怎讲？我1份，牧师绝对有1份。所以你甲注意讲，我的喜乐就无比这个较大。对兄弟姊妹，要安怎互退休的牧者无遗憾跨路？毋通讲，互退休的牧者伫遐继续为着信徒忧愁啦。退休了有一个足大的好处呢。要甲这两位传教者讲啥？我退休了，会友若敲电话互我，牧师啊，我歹势找柯牧师，因为阮种民权的牧师是柯牧师，我找柯牧师，你毋好找地牧师啊。我退休啊。什么代志找牧师？伊惯势找地牧师，我毋通啊！你去找柯牧师。换一句来讲，毋通互老牧者继续咧烦恼了。啊，当然伊会烦恼啊，有啊，周报来一看，为着什么人祈祷，会关心啊。但是我毋捌，我去甲因探访，袂使，因为这是牧会伦理，你去探访哦，迄会友哦。无代无志哦，当地牧师有来呢，安意思就是考牧师还未到啦，安尼敢会使？袂使啊！所以练科卖，你卖互伫遐做正伊牧会伦理。我老实讲，我退休了到即阵，上大的重大一啥？我免去看路讲要开什么时间研讨会啊。中集会啦、信徒大会啦，甲我拢无代志啊！你安怎好好互这个传教者？要安怎迎接救主圣诞？总会定12月第3主日，
咱为着这退休传教者，咱的关心准备迎接圣诞上好的礼物，就是咱安怎继续为着因来代祷、祈祷，这是上好圣诞节的一个礼物。结论来讲，想看卖，你捌互这个牧者，特别现在也活地，寄一张卡片，老实讲，这张寄卡片吼，真费气啊！要搭偌大张的邮票，你都唔知啦。这邮票上印刷品都要搭几箍，你也唔知啦。所以上简单是少年的手机啊摕起来 ，Line 啊就过啊，Line 就过啊。你敢捌甲这个牧师甲 Line 一下？哦，伊会足欢喜，足兴奋。今日某一个会友甲我请安，圣诞恭喜，特别今日天气遮冷，牧师平安哦，穿好烧哦，吼，伊也感动啊，感动啊。所以一张卡片、一通电话、一个礼物、一个简单的一个Line 开始行动。相信今年的圣诞节会特别温暖，敢毋是？上帝祝福咱，互咱真正用安尼来迎接救主圣诞。头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互阮的恩典到也管用，特别到伫即个年尾，要准备迎接救主圣诞的时阵，阮搁较体会当时道成肉体耶稣基督出世。伫迄个卑微的马槽，无人欢迎。总是今日，阮犹原期待这个好消息通过阮来报扬出去。特别纪念这过去捌甲阮养饲栽培牧养的牧师，因已经退休，减在年老，身躯无方便，减在生活若是有困境。阮为着因关心祈祷奉献，愿阮的哪句哪听你得到主过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吟信诗，信诗第63首，基督降世迄一时。基督降世迄一时，博士欢喜去找伊，得到星带路指明，伊就缀到主面前。主阮爱你，上来看，心爱君你得平安。请起你来吟全首。基督降世迄一时，博士欢喜去找伊，得到星带路指明，因就缀到主面前。主阮爱你，上来看，心爱君你的平安。何事看见迄厝内，会夜困伫遐自在。这是主人人着拜，因敬畏欢喜好势。救主真愿欢喜行，找你可力得力听。何事到位真欢喜，拍拍献宝贵礼物。救主说我心清气，我力最后敬拜你。将所看当甘愿的，伫君王耶稣。
他的。请坐，这是咱准备先来奉献。请坐。这是咱来报告，报告的内心，请大家来读这礼拜的经句，来读两解。请无得即别老人，着看伊亲像老爸；少年人亲像兄弟。提摩太前书5章第1节，无得即别老人。着看伊亲像老爸，少年人亲像兄弟。提摩太前书5章第1节。报告后礼拜圣光分担伫周报第3面。后礼拜是圣诞赞美联合礼拜，领袖是敬拜团，司礼是赖韵如长老，司琴是周胜美姊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张景伦执事甲张义如执事，
交代是张景伦技术甲林春豪丢了，音控是施浩轩弟兄甲周绿健弟兄，广告经理是柯博斯。后礼拜题目是3位博士，主理是柯博斯。经文、课引甲信息的部分，请家己来看。就背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本主理是带讲者第3主理。第2点，退休传道书奉献主理。本主理礼拜是退休传道书的奉献主理。感谢陈牧师，请来进度甲请安报告，请兄弟为退休传道书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我代表教会来陈牧师来说道声。第3点，圣诞节活动的通知。23号拜六是圣诞节庆祝会。24号主日是圣诞赞美礼拜，社区报佳音。后礼拜主日是无华语的礼拜，请兄弟来注意。第4点，报佳音的报名，参加圣诞暗暝的报佳音的活塞，是伫24号暗时8点，伫普罗旺斯社区来报佳音，且报名才会当统计这参加的人数。第5点，财务组的通知。2023年12月30日是主日，配合教会的馆长的部分请兄弟伫24号进前完成大项的奉献甲费用的申請。若是有法度用银行转账的兄弟，请欢迎来使用。大团客伫29号拜五进前，将手头的现金全部来存入银行内底。2024年的1月14是2023年的财务的报册检查，请大团客提早来做准备。第6点，马拉团客圣诞活动请的意义，伫带讲节主日，伫教会角落，得挂上一些特别手做的这个不透光的星星吼，那这是礼拜了后，伫教会1楼来举行。第7点，财务研习的课程，本主日第1礼拜了后11点，伫会议室要举办新年度的财务的同工的研习，请同工劳部来参加。第8点，白话日班，本主日下晡1点到2点，伫1楼会议室来上课。第9点。蒙主运调，本会正林立清姊妹伫12月11拜一蒙主运调，愿上帝安慰伊族。第10点，双年团契报告。拜四21号要聚会，日期要改换进前到20号拜3，早时9点伫教会集合出发，要前往鸟空。第11点，结婚的恭喜，陈信山牧师的查某囝，陈信云姊妹甲谢安玉兄弟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地点是济南长老教会，时间是2024年2月24拜六下晡1点30分。若是有要参加的兄弟，请到1楼柜台登记。后面教会交通甲代祷的事项，为软弱的肢体祈祷来求助医治，其他的部分请大家来看。好，这是咱内因刷一遍的诗，信息391首，俄罗提定主宰，请起来因。因是了后，请蒂摩斯来读读。罗提定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的普天的当心摩罗上帝，摩罗三位一体，白行行事。
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听堂，三个永受圣神的帮助，对这个祈祷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彼此请安，爱记过来这个拜六下晡4点，咱有圣诞的这个欢庆的这个舞会吼，所以邀请咱正亲朋好友会当来到，甲咱做伙三个欢喜。后礼拜六4点哦。